最近成日落雨，最啱就係揾個室內親子好去處。今日嚟到荃灣 M88 Plaza 呢度，除咗有好多適合一家大細嘅活動，仲有得探索海洋，就係香港浩海立方探遊館。一入場第一站就係超震撼嘅光影海洋觀景窗，又俾燈光照到五顏六色嘅水母，配埋靚靚海洋投影。除咗大魚缸，一路行仲會見到好多小魚缸住住唔同品種嘅水母，同有各類多媒體互動遊戲，俾小朋友邊玩邊學環保知識。跟住就到夢幻水母萬花筒，燈光同四周圍嘅鏡令呢度超有空間感，好似走咗入超現實世界。再行前啲就有虛擬現實體驗海底世界專區，戴住 VR 眼鏡潛入深海探索鯊魚同埋海龜。唔好以為小朋友先啱玩啊，呢個 MR 技術象真到令小編都玩得好投入。潛完水仲可以到水母 BB 房探啱啱出世嘅水母，了解下水母生態。呢個呢就係豐年蝦卵，孵化咗之後就會成為水母嘅食物啦。最後仲有海洋兒童樂園同主題餐廳，可以俾爸爸媽媽嘆下，小朋友就喺隔籬繼續放電。浩海立方探遊館真係好適合親子遊啊！嚟緊嘅假期帶埋一家人一齊嚟發掘新景點啦。